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8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以西结书20章18节到32节，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中心的主仆。文化传统甲信仰传统，倒一个较重要？常常伫咧协助教会内底兄姐无论是即个个别礼拜中间会拄着一个问题，有时伫迄个准备结婚的代志的处理顶悬也会拄着，就是呢真济迄种亲人的中间有个人毋是基督徒啦非基督徒因会用一寡文化传统啦、民间习俗啦带入来，就有即种偶像崇拜成分伫迄个存在也有这是教会古老的文化传统，有人过分来坚持，失去迄种礼拜的意义的。亲像有迄个新人的家长啦、社会上啦，无论是伫教会内底啦，有头有面啦为着要顾全伊的人际关系呢，一场礼拜台下顶着爱摆10几个人摆做伙伫遐咧坐啦办仙一般咧讲办仙啦你结婚礼拜中间献诗坐到敢若咧开音乐会安尼共款个别的礼拜中间有非基督徒的即种葬仪社接手，迄就真惨完全无要做协调，将民间宗教私底下叫家属一定爱做这，一定爱做迄。其实即款的代志伫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也出现过。以西结书20章18节到32节的经文，先知安尼讲，我伫旷野甲因的儿女警告，毋顾遵行因的祖先所定的规例毋通守因的命令，毋通拜因的偶像来拍拉三角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恁着顺从我的规例，遵守我的命令，着守安息日做圣日，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互恁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毋过呢，因的儿女嘛背逆我，因无顺从我的规例，无遵守我的命令，违反安息日，存行的人才会当保存性命。我想要伫旷野将我全部的受气拢摒伫因的身上，毋过我甲我的手头落来，我安尼做是无要互我的名受侮辱，因为列国的人民拢有看到我甲以色列对埃及带出来，我搁伫旷野因来入世，我要甲因放逐去到伫外邦，四散伫列国，因为因无遵守我的命令，无去杀我的规例，违反安息日，敬拜因祖先的偶像。后来我归去将无好的规例，袂当互人得到活命的命令，互因烧家己的大囝献做祭来拍拉三角机。我要互因惊吓，因就知我是上主。所以人子就甲以色列人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恁的祖先对我不忠，亵渎我。我带因到伫我所应允互因的土地，因一个看到悬的山甲发甲真严的树，就伫遐献祭。因伫遐献芳芳的祭物甲奠酒祭，惹我受气。我问因：恁去迄个悬山所在叫做甚物？这个所在到今仔日也叫做巴马。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你要继续犯恁祖先所犯罪来拍拉三角机是无？要继续拜因所拜可恶的偶像来犯奸淫是无？恁到今仔日还伫烧家己的儿女献做祭，
拜偶像来拍六三家己。以色列人我兼无当互恁来求问。我只管呢，上主指我永远的活命入世，我无要问，互恁问。恁心内想，我要亲像列国，亲像外族人去拜插头石头，恁的心意绝对袂当实现啦。所以基督徒应该努力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不但爱家己来接受甲上帝所交代的这改变，佮得爱去教导基督徒爱好好来执行。若无坚守的人，就是离开迄个真理的道路，就将会失去上帝的保守、看顾甲祝福。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约翰对伫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基督徒安尼劝勉伊讲：你伫写批互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的天使讲，圣洁佮真实，掌握大笔的锁匙，开就无人会当关，关就无人会当开。迄位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看，我已经伫你的面前，甲你开一个门，是无人会当关的。我知你简单有淡薄气力，却有守我的道理，毋捌否认我的名。你看，撒旦的集团因自称犹太人，其实毋是。写的是讲白菜的，你看，我要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因就知我有听你，因为你有遵守我的道理，吞忍到落尾。我嘛要保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时，这个时特别临到全世界来考验住伫地上的人。我连米到你所有的着坚守，才免有人甲你的花冠摕去。得胜的人，我要互伊成做我的上帝殿内的主，伊永远袂阁离开。我要将我的上帝的名以及我的上帝的城，就是对天顶我的上帝遐降落新的耶路撒冷的名，甲我新的名，拢写伫迄顶面。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话。基督徒必须要坚持，爱忍耐到底，爱会当赢过试炼，就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至高的上主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缘故好款待我，照你至善的慈爱看教我。因为我散赤困苦，我的内心受伤，我的血数亲像日影渐渐车，我亲像草命互人绊倒我，因为紧只骹头有酸软，我消散落目，我受因诽谤，因看到我就害头。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互因知这是你亲手所做，是上主你所做的。虽然因咒诅我，你会赐福予我；因起来攻击我的时，会拄着见效。毋过你的仆人会欢喜。求你互我会对着用灵力做衫穿，用见效做袍麻。我要用我的喙大大来感谢上主。我要伫正人的中间称赞伊，伊要徛伫散赤人的正边，救伊脱离判伊死罪的人。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搁在伫这个拄着困难试探的时阵，会当坚持到落尾，会当忍耐到底，互阮诚做忠心的主仆，服侍上帝。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